好，跟住國賽員準備好未？好啦，嗱，聽安聲起步啦嚇！一起步，大家正常起步。子晴食完飯，果然係唔同啲。睇下呢轉佢會唔會可以帶得翻出嚟？爭啲又跌車啦，真係跌咗。二車 JK 上咗頭車，第一圈就23秒6啦。唔知係咪個太陽已經就落緊啲呢？啲時間又開始快翻啲啦。下一組係 A 組啊 ，A 組。好，時間過1分鐘。頭車係阿 JK， 二車係阿 G， 三車係阿 G。頭二車係爭咗3秒，二三車爭咗1秒2。JK 應該係啱啱直路尾彎，跟住阿志係二車，三車變咗 Anthony 啦，四車係肥仔啦。呢段 JK 應該穩陣喎，睇個走姿，佢又唔使箍靚線，佢又唔使咁貼，穩穩陣陣翻嚟。而家啱啱出直路嗰架就係佢啦。今一場 B 組好似冇上第一轉 final 咁混亂啊！大家規矩好多啊！時間仲有3分鐘，頭車 JK 繼續。二車阿志啊直路，三車都係喺直路尾彎。Anthony 追緊阿志啊 ！A 組嘅朋友都準備啦。JK 就走咗去啦，而家睇2、3車啫，啱啱長中間，啱啱咬手彎。Anthony 越追越近，追到阿志車尾咁滯啦，出聲灑線。依家爭咗1秒嘅時間嘅啫。一齊喺度直路度，直路尾轟落去，睇下邊個唔收油。阿志又縮一縮，哎呀啱啱啊 Anthony 一改，阿志又跌，哇推車個，唔緊要，繼續追。而家 Anthony 繼續追緊阿志，都係爭咗隻領2隻彎，仲有得追嘅。時間仲有2分鐘啊！直路頭小心啊，埋線啊，唔好行埋線，唔好行埋線。係清咗 ，OK。頭車追擊繼續領放啊，已經有10秒嘅距離啦。下一組會係 A 組啊 ，A 組。而家2、3車距離又拉開翻接近3秒啦。啱啱長中間就係阿 Anthony 嘅。阿志就啱啱出直路啦，三車依家變咗肥仔喎，肥仔依家追到阿志得返1秒3啫喎，原來好近嘅喎。你過咗啦。子晴依家上返7車，食咗飯都唔掂啊！耳仔真係。阿志啱啱就出直路，2、3車又變咗阿寶咯喎。阿寶同阿志就爭咗2秒6。
哇！而家3車轉得好快喎，4車變咗個豬喎。時間就得翻5秒鐘。好 A 組 stand by 哇！啊肥仔 A 組又變翻第3車啦喎。頭車 JK 應該冇黐牙啦，衝個線啦。跟住依家睇下2、3、4車，咁係邊個呢？2、3、4車仲未衝啊！子成又追翻上5車，2車速咗字，3車係變咗肥仔，4車就話 Anthony，全部完成，全部完成。